傑出可持續發展企業大獎專輯由香港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送上。MFD 投資總部主持朱子超。MFD 分析部隊。嚟到呢個環節咧，咁啊繼續咧，我哋討論翻一啲可持續發展嘅議題咧。咁啊，過去咧呢兩個幾月咧，咁啊都有呢位朋友喺度支持住我哋呢個環節。咁啊，再次要介紹佢出場先咧。咁啊，就係香港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嘅創辦人兼執行總監朱少麟 Ivan 啊 ，Ivan 你好。Hello， 大家好。Ivan 啊，咁啊，我知你今個禮拜咧帶咗一位朋友咧，亦都喺即係業界都非常出名啦，舉足輕重啊，係都即係好 support 你嘅組織嘅。咁啊，佢係一位律師，不如由你介紹啦。咁啊，今日好開心啦，邀請我嘅即係好朋友，亦都好嘅伙伴陳曉峰律師 Nick。咁啊，我同阿 Nick 哥啦點認識嘅咧，就係我哋當日喺青英會嘅時候咧，大家所認識嘅，即係一齊去上一啲嘅班，大家去了解中國內地嘅發展等等嘅時候咧，就認識。咁作為我哋嘅領導咧，咁我好開心。咁由我第一屆嘅獎喺13年嘅時候咧，我就膽粗粗就問：唔知道 Nick 哥甚或你哋嘅即係律師，你太客氣啦，多謝。咁啊，你哋嘅即係律師事務所可唔可以成為我哋其中一個嘅評審機構咧？咁因為之前我哋好多集我哋都提啦，我哋希望個獎嘅認受性同埋代表性比較高嘅時候咧，有一啲嘅專業嘅機構，例如評估師啊，甚或去到律師事務所嘅肯定咧，呢個對我哋嘅獎嘅認同咧係必不可少嘅。係咁啊，Nick 咧就介紹啦，咁就係嚟自漢語國際律師事務所嘅合夥人陳曉峰律師 Nick 啦。咁啊，Ivan 介紹完之後咧，咁當然咧，即係我作為一個聽眾咧，我都想問下阿 Nick 你嘅睇法，就係其實從法律角度睇咧，咁啊企業即係對於個可持續發展嗰個觀點啊，以至話點樣去履行咧，你有啲咩分享？哦，多謝子超，多謝Ivan。一個企業咧，如果要可持續發展啦，即係我諗最低限度個底線呢，就係佢做嗰啲合法嘅事先啦。係唔合法，我諗就算佢賺好多錢，都唔可以話係可持續發展啦。咁所以從一個法律嘅角度啦，我哋譬如會評審睇下啲機構佢做嘅嘢就係咪合法啊、合理啊，同埋個持續性嚟講根據法規或者係即係現時即係社會嘅限制之下，佢咁嘅做法能唔能夠可以持續咧？咁樣嚇，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最低限度啦，法律上合唔合法？第二咧就係我覺得，如果一個企業作為一個社會嘅持份者啦嚇，咁如果嗰個社會唔可以持續發展，咁個企業都唔能夠持續發展啦。係呢個元素好重要啊！首先呢，就Ivan 係要即係奉公守法啦，即係一個企業如果即係連法律嘅基本要求都達唔到咧，都唔使講其他嘢啦。咁但係嗱，譬如今次即係我哋早輪我哋搞咗個頒獎禮啦，對於譬如得獎嘅即係企業咧，你會有啲咩期望啊？或者係希望往後佢可以即係繼續持續做啲乜嘢嚟到即係達成到個可持續嘅理念呢？即係一個企業好似一個人咁啦，即係如果一個人佢好有或者企業啦嚇，即係佢好有意思去為社會做啲嘢嚇，咁但係如果佢自己唔能夠持續做呢個人或者呢個機構嚇，咁佢唔能夠繼續為社會做嘢咯嚇，咁所以我覺得我今次好開心啦，見到即係嗰啲得獎嘅或者今次唔好彩攞唔到獎，咁但係參賽嘅公司呢，其實佢哋好多都做咗好多嘢，咁啊為社會嘅持續發展，為佢自己公司嘅持續發展，包括佢個management 方面啦嚇，嘅管理層方面嚇，同埋即係嗰個財務上嘅持續發展，同埋為社會做公益嘅發展呢，都落咗好多力，咁啊做咗好多嘢。咁啊頭先 Ivan 就話佢揾我哋夥拍我哋啦，希望我哋可以好認真咁樣去評審啦。咁其實我見到 Ivan 自己都做咗好多嘢，好認真嚇。呢個香港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咪做咗好多嘢，咁都幫咗社會推動可持續發展呢個概念咯。咁啊，非常認同Nick哥所講法啦。因為我覺得一個律師事務所頭先所講第一句就係，如果我哋啲生意唔合法嘅，咁可持續發展嘅底線已經即係蕩然無存。咁所以我都希望即係無論由第一屆、第二屆，甚至我哋去到 N 咁多屆都好啦，我哋都希望繼續可以有一個好嘅發展。咁亦都希望令到個獎
嘅即係所謂叫做可用性啊，或者認受性咧越嚟越大。係咁啊，阿 Nick 即係我從呢個成本角度再問下你啦，因為譬如現今社會啦，即係由商業啊、金融服務啊，咁啊其實可持續即係個理念咧，大家都意識得到。咁但係咧就面對譬如話見到環顧世界各地咧嗰啲法規成本啊，咁啊所有嘢都上漲咧。嗱，面對即係呢類型嘅成本高漲咧，我哋應該點樣去理解到可持續，即係而作出一個平衡咧？其實可持續發展唔係一定係蝕咗俾佢嘅，咁講嚇，係一個投資嚟嘅，值得做嚇。咁譬如好多國家嘅當地嘅聯交所係嚇，咁新興嗰啲咧，佢或者會話喂，我俾個指引俾你嚇，咁啊希望你可以達到。咁你上市嗰陣時咧，就唔該同大家講下你對可持續發展呢方面做咗啲乜嚇，咁啊等投資者可以考慮下因為好多投資者有陣時佢好多錢啊，或者就算佢有100蚊咁少都好，咁或者佢要諗翻佢成個投資即係嗰個 portfolio 裏邊啦，或者有啲咧特登係做可持續發展啦嚇，咁亦都有啲交易所咧，佢唔單止有個指引，佢就講到明上市嗰陣時你一定要披露嚇你做咗乜嘢可持續發展嘅嘢咧，咁亦都有啲咧就係上市之後每一年嗰個年報咧都要講翻話，喂，你對可持續發展呢方面你做咗乜啊咁樣。咁其實可持續發展我諗冇一個國際嘅單一定義啦。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可以講話係包括公司裏邊管理層嘅可持續發展啦嚇。咁我都試過一次嗰啲 M&A 啦嚇，嗰啲收購合併嚇。咁就如果唔係因為佢哋自己嗰個可持續發展嗰個措施做得好咧，咁啊應該都唔會發生嘅嚇。因為一個好重要嘅人，咁啊臨到差唔多簽合約嗰陣時咧，佢就身體有啲好大嘅問題嚇，嗰陣時爆出嚟，但係個個都哇做咗5-6年啦，先去到嗰個位，咁啊好彩，其實佢做咗啲好嘅制度，佢嗰刻唔見咗人咧，其實間公司都可以繼續可以運作，最後佢好翻嘅，但係嗰個 deal 都成功咗。咁 Ivan 即係呢度，我諗可能你都有啲分享喎，因為即係你都會有參與一啲金融嘅事務啦。咁變咗聽咗嗱你咁樣講之後咧，其實會唔會有啲共鳴啊？絕對係啊，因為即係自己頭先講啦，都政商兩邊都有走。咁啊，其實頭先Nick哥所講 M&A 或者作為一個收購合併，因為其實將可能一間 A 公司同 B 公司大家合埋一齊去合作嘅時候，無論個企業嘅文化、管治啊，甚或可能個領導層咧，都可能有唔同嘅即係經驗或者唔同嘅思維。咁其實點樣將兩樣嘢結合為一，而從而達到一個所謂叫做即係收購合併嘅最重要就係將個公司嘅利益或者公司嘅方向目標從而再提升，呢個先係好緊要。咁但係頭先Nick哥所講啦，如果一個健全嘅公司或者一個有效率嘅公司，唔會因為某一個人或者某一件事而影響到成個企業拖垮。如果係嘅話，呢個絕對唔係一個可持續發展嘅企業。咁如果能夠喺個制度上邊，即係透過一啲專業嘅律師啊、會計啊，或者一啲嘅企業管治嘅團隊做得好嘅話呢，我相信呢一方面呢係令到個企業即係喺經過收購合併之後，除咗達至一個利潤嘅增長之外，喺無論喺個品牌發展啊，喺個社會對個企業嘅認受性啊等等呢方面呢都係有唔錯嘅發展嘅。咁阿 Nick 即係如果譬如就翻呢一個法律觀點睇可持續啊，咁啊可持續其中一樣嘢係企業社會責任啦。咁啊，我想即係問下你嘅見解啦。有時我覺得內地行得即係仲快啲嘅，因為譬如而家啲國企咧，佢哋本身都要編製一本呢企業社會責任嘅報告，即係附加喺個年報側邊。咁啊，反為而家香港呢，都唔係即係間公司都咁樣做，有部分嘅大公司都會咁樣做啦。你會覺得即係香港嗰個速度呢，會唔會而家係行得比較慢呢？我覺得香港或者係用唔同方法去做呢件事嚇，即係我會覺得，如果你係用一個法規去逼大家去做啦，咁大家會做，當然啦。咁但係我即係有幸參與香港可持續發展嘅中心呢幾年嘅比賽啦，我都見到其實好多企業佢自己喺個心裏邊已經即係入咗局啦，可以話，即係佢自己好想做呢件事嚇，咁唔追求回報，其實咁我覺得反而係更加成熟嚇。咁呢樣嘢都好重要啊，Ivan，即係咁香港咧有自己嘅一套啦，即係強加於喺法律制度底下要行咧，似乎即係嗰個效果未必係咁高喎。
所謂法之所在啦，亦都但係情理亦都需要相歸。好多時如果淨係永遠用硬嘅手段呢，推動一個企業或者成個社會嘅發展呢，我覺得係唔可以嘅。尤其是所謂而家啲公民意識啊，又或者所謂講一個即係大網絡嘅時代，所有信息都好透明流通嘅時候，用一啲限制嘅手段呢，好困難。咁但係令到點樣所謂我哋要遠，又或者可以能夠落到地入到屋嘅方向或者政策呢，呢個先係最緊要咯。咁我講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再傾過啊。MFD 投資總部主持朱子超。MFD 分析部隊。休息翻嚟之後呢，咁啊直播室裏邊呢，繼續有 Ivan 朱少麟啦，咁啊亦都有我哋嘅嘉賓啦，咁就係陳曉峰律師啊 Nick 啦，咁啊Ivan 我想問下你先，因為你都有提過話自己都幾推動運動㗎，咁我覺得咧即係喺可持續啊，甚至乎係喺一啲即係智庫組織裏邊啊，咁啊好多即係除咗話講政治、講經濟、民生要素之外咧，體育運動都即係不能少嘅。咁我知今日你請Nick 嚟咧，咁佢都係運動即係項目裏邊都有推動咗唔少力喺度嘅喎。係啊，因為成日都覺得體育運動咧，一個社會嚟講咧係一個無形嘅價值嚟嘅。但係其實你調翻轉講，亦都係有形嘅。點解呢？如果參與運動多嘅市民或者朋友，其實身體一定會好。即係身體會好嘅時候，咁其實令到成個香港嘅醫療體制啊，或者醫療開支呢，都一定有所減少嘅。即係點解我哋成日都講㗎嘛？我都唔怕買廣告㗎，幫政府就係日日運動身體好，男女老幼做得到。即係呢啲其實講就好容易，但係點解大家持之以恆？但係近年睇得到嘅變化，因為由我自己2000年千禧代去到而家參與即係體育發展呢，都真係10幾年時間，睇得到由當初大家對體育呢係未有好多熱誠，又或者大家都覺得係茶餘飯後嘅嘢，到而家無論由所謂叫做標準化、職業化，甚或去到嚟緊我哋推動多啲嘅所謂產業化嚟講，因為你成日提及嘅香港係一個商業嘅社會，如果能夠有生意做到呢，咁其實呢件事呢就會好多人參與。咁但係我哋又唔好成日咁即係所謂叫做咁市儈啦，成日都講商業。咁但係喺從一啲嘅協助一啲嘅機構管治上邊呢，參與一啲公務或者公職呢，亦都係對社會嘅可持續發展好緊要。就正如好似我身邊嘅Nick哥咁樣，咁最近佢都即係參與香港足球總會一啲嘅委員會工作，咁不如阿Nick哥同大家分享下，而家你啱啱最近開完會啊，或者你參與嘅工作嘅見解啊？我諗個別機構 detail 啲我唔講啦，咁但係咧就我好同意頭先 Ivan 講啦，做運動就好重要嘅，咁你個身體好咧，先可以做到好嘅嘢。咁我哋譬如我喺律師會嗰度有幫手啦，咁我作為理事之一啦，咁我哋大約有9000個會員度啦，即係9000個事務律師。咁其實我哋行業裏邊最幫到我哋去持續發展嘅咧，就係我哋嘅人啦，我哋嘅律師係嚇。咁佢哋身體唔好咧，其實就絕對影響到我哋嘅持續發展嚇。咁有見及此咧，我哋幾年前呢就開始搞咗個康體會嚇。咁發展到而家啦，我哋有13個運動，9個嗰啲 recreation 嘅 activity 咁樣啦嚇。咁大家可以學多啲嘢，就交多啲朋友，做多啲運動嚇。咁啊，即係幫下我哋可持續發展啦喺自己行頭裏邊。咁啊就阿Nick就熱心推動公益工作啊，咁啊即係譬如運動都唔少啦。咁啊嗱，如果你話即係我記得上一節呢，你都提過啲個案嘅，佢係講翻話一啲企業啊、啲組織啊，對於即係喺着重做可持續之後咧，得嚟嘅效果咧，可能比佢原先所想像得到更加多。咁啊呢度會唔會即係有一啲多啲嘅經驗分享俾我哋聽眾，即係知道咧你所做嘅或者係你所推動嘅咁啊企業其實背後咧都好大得益嘅咧？好啊。我譬如我好醉心去幫啲年青人去創業嘅，咁有啲 startup 啦叫做嚇，咁做得幾好。因為我除咗 law 之外，我讀電腦噶啦，咁啊零舍多做呢方面嘅嘢。咁我就幫過近排啦，幫一啲公司佢係 startup 嚟啦，做啲 IT 啊，寫 app 啊，寫遊戲啊咁嘅公司嚇，做得好出色嘅。咁啊人哋投資咗好多錢落佢度，但係再到佢有咗第一桶金之後咧，佢就開始第一將自己好似90%嘅錢捐翻出嚟就佢寫書啦，就講翻佢嘅理念啦，同埋咧之後咧，如果啲人肯投資落去咧，佢話你想投資咩？
第一你要同意我個理念，我個理念咧就係公司第時每賺100蚊咧，10蚊咧就攞出嚟做慈善。咁初咧呢個幾年前嘅事啦嚇，咁初啲投資者都即係話呢個人係咪即係神經㗎咁樣認真㗎嚇？咁但係當佢聽完就大家都覺得大家都有社會責任嘅嚇，咁亦都因為佢做呢啲咁嘅社會嘢啦，咁我諗佢唔係有心為咗回報，咁但係亦都知名度大大提升嚇，咁有好多市民認同佢嘅做法嚇，咁即係特登去 like 佢啊，或者去 download 佢嘅 app 啊、遊戲啊嚇，咁周圍去宣傳啦。咁我聽翻佢講咧，其實即係佢哋內部做咗研究，如果因為佢都要同啲投資者講翻話值唔值得做啊嘛嚇，咁最後都好明顯係，如果佢冇做呢啲咁嘅好事咧嚇，咁其實或者公司冇而家咁大規模咁成功賺到咁多錢。咁阿 Nick 即係我亦都想即係再問一問啊，譬如話頭先你講嘅過程當中咧，即係如果佢一下即係接受得到，當然好開心跟住你做啦。但係譬如話，我諗過程當中咧，總會有一啲即係磨合嘅，就話佢面對一啲困難需要你去拆解。咁你呢個過程當中咧，你會唔會即係都好易提到一個方案俾佢啊？定係話都要即係大家再經過一啲時間去即係先揾到一個方案去解決個問題，達到你頭先講嘅目標咧？我諗好多時我哋啲客咧，即係法律上啦嚇，咁佢揾個律師，佢大概念佢知嘅。咁但係其實律師好多時諗嘅咧就係諗啲 detail 嗰啲嚇，喂，如果真係有大件事出咗嚟，點樣處理啊嚇？即係諗埋啲唔好嘅嘢，若然發生會點處理？咁趁大家仲好開心，好傾得埋嗰陣時去傾呢啲嘢，好過到時爆咗好大件事，先嘗試去修補咯。都有唔少㗎嚇。咁有譬如有一次啦，我哋頭先講少少啦嚇。咁收米嗰陣時，我哋講話有間公司去買另外一間公司。咁我代表受收購間公司啦嚇，咁嗰間公司其實做啲電池車嘅，咁已經即係可持續發展嘅公司啦嚇，咁我哋介紹佢同其他嘅電池研發嘅公司世界性嘅，咁大家合作去做一個world class 嘅電池車啦嚇，咁途中咧就差唔多簽約嗰陣時，啲合約基本上寫好晒㗎啦，大家都同意嚇。但係嗰陣時嗰個管理層啦，就有個身體非常之不適嚇，咁爭啲到大家話唔好簽住啦咁樣。咁喺嗰個時候咧，大家睇翻好在佢身體仲健在嗰陣時咧，作為一個 CEO 啦，健在嗰陣時咧，佢係佢做嗰個企業管理做得非常之好嚇。嗰個持續發展嚟講，其實某程度上好似佢自己咁講啊，好謙虛咁講就話冇咗我都得㗎間公司，其實真係嚇，因為佢真係即係乜都諗定晒邊個繼承佢自己嚇，咁唔係好自私嘅心態。因為我諗某程度上啦，好多中國人嘅公司好耐之前啦嚇，好多就你冇咗我你唔掂㗎嗰種做法。但係到而家好成熟嗰啲咧，好多好成功嘅家族佢嘅做法都開始改翻，就話冇咗個人唔係唔得嘅嚇。咁我 measure 你做得成唔成功咧？某程度上係你係咪準備咗一個好好嘅一個計劃？已經有人可以維持到你個位即係繼續去承托你個衣缽咁樣。阿 Ivan 啊，即係由你講咧，即係由個人價值推移到組織價值咧。咁呢個咁你都呢度一定有共鳴啦。就從以搞我哋呢個獎為例啦，咁我都提及過就話我哋呢個獎啟發到我嘅就係阿陳智思先生，因為佢用翻佢當年喺社會服務聯會創辦呢個商界展關懷嘅過程裏邊，就話一個機構希望能夠使社會有認受性嘅話，一個好嘅獎項或者一個指標性嘅獎項咧，令到你嘅企業無論知名度啊或者個認同度咧都會提高。咁其實佢作為佢自己都係一個企業嘅領袖，亦都喺唔同嘅商會組織等等去接觸過，亦都再加上佢屋企嘅背景，可能係泰國啊、香港等等嘅各地都從事好多工作嘅時候，佢都話到俾我聽，一個家族嘅傳承又好，又或者可能佢無論賣走嘅企業、收購嘅企業嘅過程，人永遠係往往最緊要，即係所有無論法規上邊啦，或者一啲會計制度上邊呢，重要，但係唔係必要，因為永遠買賣一個件事，除咗一間公司吸唔吸引之外，最諗起人同人嘅相處，人同人對某啲嘢認同先係最緊要。即係就正如阿 Nick 哥話齋，佢其中頭先個客戶，佢認唔認同佢每賺1蚊可能捐幾多錢出嚟，或者賺100蚊去捐幾多錢嘅時候，大家如果冇呢個理念嘅認同呢，合久都必分啊！即係我相信呢件事情都好簡單，即係中國人嘅社會。咁所以我都成日都提議就係，如果喺一個可持續發展上邊，如果除咗一啲所謂法規上面，如果加埋一啲所謂一啲我哋覺得未必係好 intangible 數得到嘅嘢，一啲所謂可能
唔好話情感，一啲可能一啲係理性上面嘅嘢啊，又或者我哋一啲所謂叫做慈善嘅嘢等等都擺埋落去嘅話咧，咁成件事睇落去咧就會比較完整啲啦。咁啊，之後呢樣嘢呢一集咧亦都帶出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啦。咁啊由呢即係講話呢個企業嘅角度同埋法律嘅角度去睇咧。咁嗱，如果你話即係以長線嘅一啲即係建議啊，咁啊阿 Nick 即係作為一個小結啦。咁啊究竟企業往後咧即係應該係點樣去即係遵從翻自己嘅發展路向，又要配合法律角度，先至達到即係嗰個最佳嘅效果咧？咁我諗首先睇翻你即係個人嘅公司嗰個業務範圍啦，咁係咪係一個合法合情合理啦嘅情況之下去運作啦，咁同埋點樣可以即係為下一代即係準備啦，為你公司嘅下一代，為社會嘅下一代去準備未來。咁啊時間關係咧，我哋傾到呢度先。咁啊唔該晒 Ivan 同埋多謝你。香港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致力實踐可持續發展理念。